听过这歌声吗？这唱歌的姑娘，就是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的世界上争夺最激烈的一场声乐比赛——第1届米利亚姆海林国际歌唱比赛中荣获女生组第2名的维吾尔族花腔女高音歌唱家迪里拜尔尤努斯。她是一个来自新疆喀什地区的普通姑娘，但她的演唱却使赫尔辛基的这场比赛达到了高潮，在芬兰引起了秋季的大轰动，被誉为最受欢迎的中国明星。芬兰各大报纸通栏写着这样的话：中国歌唱家的成功比中国人在奥运会上所取得的成就更加令人震惊。迪里拜尔啊，你为祖国争得了光荣，人民感谢你。Özüm şunda pek tilşkettim. Mehmet Atkakan'la ciranlarımız çıktı. Rahmet. Dilberdek muşunda bir kızımız dünyada işte rekordni yaratıp Şinjan'a cümleden vatanimizga muştaq şan sharaf keltirganligiga cho'nqur rahmat aytamiz.家乡的各族亲人，5年前，你们以博大的胸怀送我去中央音乐学院深造。今天，在鲜花和荣誉面前，我永远是一个不知满足的学生，一个无法报答父母深情的孩子。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站在高台上，却突然感到自己的矮小。今天，当迪里拜尔准备为家乡各族人民举办音乐会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像是从学员队里走向排练厅。这里曾留下他往日勤奋的足迹，也曾留下他对未来事业的憧憬。是谁在声乐上给他指引了一条更加广阔的道路？又是谁最终把他引向世界歌坛？迪里拜尔无不感激地望着眼前这2位年过半百却精力旺盛的老人。这位是迪里拜尔的指导老师，中央音乐学院著名声乐教授沈湘先生。他从事声乐教学近40年，有很高的声乐修养和广博的知识。这位是沈湘教授的夫人，著名歌唱家李静伟老师。60年代，他曾主演过歌剧《蝴蝶夫人》，有着丰富的舞台经验和声乐知识。中国人第一个上场的就是迪里拜尔，唱完以后就是在这一天从来没有这么大的掌声。头2天呢也有鼓掌，也不错，但是这个1984年秋天，沈湘先生率领中国声乐小组赴芬兰赫尔辛基参加第1届米利亚姆海林国际声乐比赛。当迪里拜尔优美的花腔震动整个比赛大厅的时候，记者们把沈湘教授围得水泄不通。这不得了，我是怎么聊？一位外国记者问他：“就后来，迪里拜尔是哪个国家的人？”又出来一次。沈湘教授不负自豪地回答：“是中国人。”为什么他和你不一样？不一样就对了。我是汉族，他是中国的维吾尔族。维吾尔族在什么地方？在东方，在中国。沈湘教授强有力的回答，意味着把一个民族推向了世界。这个从那儿起以后，每一天他们当记者们知道迪里拜尔的指导老师
不是外国人，而是这位从小4国语言的声乐教授。大厅里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他们赞叹中国有第一流的声乐教师。大概就是这样，有时一片。在祝贺与喝彩声中，5年前的一幕幕使激动万分的沈湘教授平静了。整个我这上去一片。当初他决定接收这位民族学生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培养迪丽拜尔不仅要对他个人负责，而且要对他的民族负责。这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11点一个到12点。有人悄悄暗示他，如果把迪丽拜尔的嗓子教坏了，既有损于自己的声誉，还要承受政治上的压力。就是中国人在这个。沈湘教授对他的夫人说：“我们要尽全部力量培养迪丽拜尔，不能做任何失败的打算。在艺术上容不得半点私心。”就是一般的，就是于是2位声乐界前辈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倾注在这位娇小的维吾尔族姑娘身上。多少次为了帮助迪丽拜尔找到准确的发音部位和那种极其微妙的感觉，2位老师几小时几小时地守在她身旁，不断地唤起她心中的艺术之光。迪丽拜尔和老师们有过争论，也有过脸红的时候，甚至在课堂上争辩起来。但是迪丽拜尔一旦理解了老师的指教，就毫不犹豫地改正了自己的方法。这正是沈湘夫妇所欣赏的。他们像父母一样，用慈祥的爱温暖着这位远离父母和家乡的维吾尔族姑娘。天冷了，买件滑雪衫披在迪丽拜尔身上。放假了，食堂停火，他们请不肯离校的迪丽拜尔到家搭伙，为此全家改吃清真。迪丽拜尔生病了，2位老人冒着凛冽的寒风送她进医院。他们珍惜人才呀，他们知道璞玉的真正的价值。这个太好，瞧瞧啊，哎呀，太好了，16岁，好极了，16岁。是这个毛衣穿是显得小，挺好的，可以，挺合适的。我老怕太大了。没事儿，你买东西我是绝对的，放心。谢谢你。像从普罗米修斯那里得到了火种一样，迪丽拜尔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他把青春的热情全部倾注到了对事业的探索。他放弃了所有的节假日，谢绝了许多朋友的来往，像海绵一样汲取着知识的营养，寻找声乐艺术的真谛。5年来，他从不要求照顾，和汉族学生一样严格地参加所有的考试，门门功课优秀，年年评为3好学生。1982年11月，迪丽拜尔赴埃及、叙利亚、约旦、利比亚、北也门等国访问，受到当地观众的热烈欢迎。举办独唱音乐会，这对于迪丽拜尔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不，已经深夜2点了，
他们还在人民剧场走台。回到新疆，昔日的朋友们聚在一起，今晚上可要玩个痛快。也许是触景生情，这些天来，迪丽拜尔总是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之中。有人说我是时代骄子，一生中没有遇到过大灾大难。有人说我运气好，进了第一流的学院，碰到了第一流的老师。可有谁知道，我这条路走得多么艰难呐！10年前，他像一只丑小鸭，被几个文艺团体评论一番，又拒之门外。1976年，新疆歌舞团来喀什招生，他几乎不抱希望地参加了考试，几经周折，终于被录取了。当时全家人都激动地哭了。来到歌舞团，他被分到学员队拉艾捷克兼学声乐。不知道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然的原因，他被歌舞团的声乐教师郭玲碧老师看中了。他的那种凭着爱好去无忧无虑唱歌的生活，被郭老师一次严肃的谈话打破了。迪丽拜尔，如果要发展民族声乐艺术，就得以民族唱法的合理因素为基础，保留它特有的声音色彩。另一方面，也要敢于突破它自身的局限性。这就要求搞民族声乐的人吸取西欧古典唱法的优点，使两者融为一炉。你明白吗？郭老师，您怎么教，我就怎么唱。不，我要说的是，我想培养这样一个学生，他既可以不失风格地演唱好民族民间传统的歌曲，又可以演唱具有高难度的西欧古典作品，也就是民歌唱到家，洋歌也要唱到家。迪丽拜尔，你愿意跟我合作吗？老师，我愿意。这是探索性的尝试，有可能失败，失败了，一辈子不能再唱歌。我不怕，我听老师的。宁可失败，让人骂，也不能站在原地不动。要让种子在沃土中生长，要让心中的荒原结满硕果，我们必须付出成倍的代价。老师，我记住了。从那以后，迪丽拜尔和郭玲碧老师开始了探索性的合作。不知道多少个日日夜夜，他守着一部破旧的601录音机，揣摩着名家的演唱。太阳落山了，他沿着漆黑的过道走进琴房，让晚风聆听他的歌声。小时候，他的右眼患过严重的视网膜脱落，看乐谱的时间一长，眼睛就痛得流泪。可他顾不了这许多，在常常停电的琴房里，他点着蜡烛练声。有一次，他练声着了迷，竟忘了换置蜡烛，结果熄灭了的残烛把桌子烧了一个坑。以后，这个烧黑的小坑就成了放蜡烛的地方。女高音蒂丽拜尔。演出开始了，迪丽拜尔走上家乡人民的舞台，演唱歌剧《梦游女》中的插曲。
迪丽拜尔用英语、意大利语、瑞典语等5国语言演唱。歌剧《梦游女》描写的是17世纪瑞士乡村一位名叫阿米娜的姑娘与青年拜尔维诺的爱情故事。其中，阿米娜的咏叹调音域宽广，花腔复杂，技巧难度很高。评论说，他演唱的这首咏叹调，高音纯净明亮，花腔如行云流水，婉转动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令人神魂颠倒。
芬兰晨报说，迪丽拜尔把西方的美声唱法的技巧发挥得那么好，唱得比西方人还美，一定与他民族古老的优秀传统文化有关。沈湘教授曾多少次地对迪丽拜尔说，无论现在或者将来，无论你在哪里演出，都一定要戴上你们民族特有的小花帽。你要让世界人民知道，在东方，在中国有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叫维吾尔。迪丽拜尔怎么能忘记，是民族传统歌舞哺育了他，拨动了他那颗向往艺术而又淳朴的心灵。迪丽拜尔的演唱艺术证明了把两种演唱方法结合起来，多色彩多风格的演唱是一条成功之路。为祖国争光的人，人民也给予他同样的荣誉。自治区人民政府为迪丽拜尔举行了颁奖活动，并授予他自治区38红旗手的光荣称号。迪丽拜尔在给新疆文化厅的领导信中写道：我在国际歌唱比赛中获奖，这个奖来之不易呀，它倾注了多少人的心血。没有党的关怀，没有老师呕心沥血的培养，我怎么可能站在领奖台上？可是辛勤培育我而又默默无闻的老师，把我送上领奖台，自己却悄然走开了，让我独自享受着极高的荣誉。我感到很惭愧。我知道，艺术没有止境，要让世界上更多的人认识、了解、承认我们民族的文化艺术，使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艺术立足于世界之林，需要多少代人的共同努力。但是他们就想到这些，让我要学什么学什么。我觉得他们是真正的为新疆。
知哪位诗人说过：“只管往前走，不必留恋这已经开放的花朵。在前面的道路上，还有更加绚丽的鲜花。”年轻的姑娘啊，艺术离不开自己的人民，离不开培育它生长的沃土。要想成为民族的、中国的乃至世界的歌唱家，你仍需努力。迪丽拜尔，我们祝你成功。维吾尔族花腔女高音歌唱家迪丽拜尔独唱音乐会现在开始。Толқынсыман yuqori ovozli Uyg'ur naqshchisi Dilbar Yunusning o'rinlashidagi yolg'iz qushlik naqsh kechaligimiz hozir boshlandi. 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迪丽拜尔的指导老师，请。Oldi bilan tomoshabinlarga yo'ldosh Dilbarni tarbiyalagan asosli muallimlarni tanishtirib o'tamiz. 这位是中央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主任沈湘教授。 Bu yoq Jungyang Musiqa instituti